私立學校會同時為學生提供文憑試同 IB 課程。有學校留意到近年越嚟越多學生報讀 IB 課程。我哋學校其實每年咧都會差唔多有70%嘅中四嘅學生咧，就都係想申請。教育局之前就俾我哋最多係30%嘅學生係開讀 IB 啦，咁而家就可以申請擴充啦，到40%幾啦。咁我哋都有申請嘅，申請下擴充。咁其他學校 IB 學校我都相信好多 IB 學校都係有申請嘅。至於最後會揀邊啲學生進入 IB 課程，除咗學生同家長意願之外，學校都有一套標準。第一啦，咁我哋當然睇翻學科嘅成績啦。咁佢一定要達到相應嘅成績咧，咁佢先至可以申請 IB 啦。咁第二咧，亦都會睇下佢 fit 唔 fit 呢個IB 嘅 learners profile。咁即係話佢係咪會自主學習嘅小朋友啊？譬如話佢會唔會跨學科，會唔會有難度啊？同埋佢係咪真係自己會好有呢個控制能力啊？去準時去交啲作業。本港今年有2900幾個 IB 考生，誕生超過70個狀元，係咪意味 IB 更加容易考獲佳績呢？2020到22年嘅數據，全球 IB 滿分狀元比例介乎0.2%到0.8%之間。但以今年為例，本港 IB 狀元人數大約係2.5%，遠超全球平均水平。有立法會議員認為，除咗香港學生學習能力強之外，都有其他因素。去到高中真係要見真章，要去做最後嘅final assessment 嘅時候咧，好多香港 IB 學校咧，佢採取一個就咩咧？就佢會揀過嗱，覺得呢啲同學咧，佢考 IB 會有機會攞到比較優越嘅成績嘅，咁就鼓勵佢繼續係去高中階段去修讀 IB 課程咁。咁但係評估過，有啲同學可能唔一定太理想嘅，咁就可能會勸喻佢不如算啦。IB 課程嘅國際認受性高，海外升學可能較有優勢。但本港提供 IB 課程嘅學校，包括國際學校同直資學校等，學費多數都比較貴，普遍要10萬到幾十萬不等。咁你 IB 佢自己本身嗰個課程係用一個 continuous assessment 啦，好多時都要個導師去跟翻啦，咁自然人力就會係教育裏面最重要嘅成本嘅因素啦。如果啲家長嘅社經地位自然可以擺多啲資源栽培佢哋仔女，咁所以呢一樣嘢其實都唔係政治局限喺 IB 嗰度噶啦。你家長付出得越多，屋企子女獲得到嘅資源越多，咁獲得到資源越多，相對嚟講攞得更加好嘅成績咧，其實個機會就會更加大咯。鄧飛更加指出，如果加埋補習費 ，IB 課程嘅門檻就更加高。隨住 IB 個品牌喺全世界咁都係越嚟越流行嘅時候咧，就變咗咧係即係投入其中嘅學生就越多啦。咁啊水漲船高，咪競爭大咯。競爭大嘅時候咧，咁你變咗你可能單靠喺學校裏邊嘅學習同埋嘅學習活動咧，已經未必足以喺 IB 嘅評估裏邊攞到一個比較優越嘅成績。咁所以隨之而起嘅咧，就肯定有補習啦。我聽過2個 case 就俾10萬。全港每年有15000個教師會資助嘅首年學士課程學額，淨係收本地生。至於呢啲本地生係經聯招定係非聯招錄取，政府就冇制定兩者比例。根據中大數據，過去5個學年醫學院錄取嘅文憑試考生都佔學額70%或以上。部分經 IB 等非聯招升學嘅本地生係咪仲會同文憑試學生爭學額呢？始終係基於尊重呢個院校自主嘅原則啦。好多時啲院校咧，佢哋自己咧就會我諗一諗，究竟我需唔需要撥一定嘅比例俾 DSE 嘅考生透過 JUPAS， 或者我預計得到透過 non-JUPAS 嘅考試一啲嘅優異考生更加配合嗰個課程，咁咧佢哋自己院校做一個嘅比例嘅分配嘅。2013年，港大醫學院曾經承諾預留至少75%醫科學額，透過聯招收文憑試學生，令基層學生有上流機會，但多年嚟都未達標。因應報讀 IB 學生逐年增長，政府係咪應該制定指引保障文憑試考生呢？因為而家我哋最主要係唔掌握個數據即係到底每間大學嘅每個所謂嘅神科，到底佢有幾，即係佢個比例到底係幾多係收 DSE，幾多係收 IB，咁同埋我哋都唔係太過清楚，係咪真係如我所講嘅？佢之所以揀
IB 多過揀 DSE，係因為佢真係覺得 IB 係適合佢哋要收嘅學生嘅需要咁。咁呢啲係要做一個比較微觀嘅一個深入研究。